从前啊，继续来看台中一个男大学生骑机车载朋友，伫路口停红灯的时阵拄着警察。这个男大学生马上把车切化落车，后座的朋友就顺迄个势溜去前座。因为这个行为真怪奇，原警就要求做酒测，结果男大学生的酒测值是0.21毫克，超过标准，而且佫无驾照，当场互开罚单，讲要罚款将近4万块。 上在乌托邦因为红灯停落来，一个远景骑一个乌托邦为正面过来，最新这个乌托邦要停伫路中央，雄雄换人骑，这一连串不正常的行为，当场被警察看到，要求骑车的人进行纠正。你叫他追，你骑的嘞？ 骑车人连伊叫坐人分，连伊着急甲远景解释，讲只是盗刷车尔，远景要求两人将车刹去路边。几点喝完？大概2杯可乐而已啊。调酒是不是？看我们脸都是白的。 两人去路边要求你坐，甲远景讲无啉酒是啉可乐，远景唔相信。眼睛这么红，都是白的。 两人拢有啉，警方调查，这个骑车是19岁姓陈的男大学生，一个后壁这是高中好朋友。两人毕业后真久无见面啊，要去夜店啉，要无啉酒了后，贪着一时方便，骑车要转去，骑到惠中路甲大屯七街口，拄着远景。酒后骑车又无照驾驶，临时起意想蒙混过关。 这个男大学生酒测值是0.21，而且佫是无照骑车，看到远景一时紧张，想要换人骑，互远景识破。伊因为初犯被开15000块的罚单，无照驾驶，上重会当罚24000块，因为贪着一时方便，可能要付出将近4万块的代价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